鄉親啊，來看到雲林縣北港文化中心邀請面譜大師黃智偉展出了雲嘉南遮個宮廟的家將的面譜，讓民眾會當更加了解這百家將的歷史演變。為着展現台灣南部百家將面譜的藝術，北港文化中心邀請面譜的大師黃智偉來到北港，透過展覽，讓民眾更加熟悉家將的藝術。最早的台南的白龍安家將，然後再來的西來安，然後它延伸到嘉義去的它的那個吉字頭、正字頭、拱字頭、共字頭，這麼多個派系的臉譜哦，剛好在這次做展出了。家將是新兵出巡袂當無的角色，展覽唔但是展現面譜的藝術，更加是延續宮廟陣頭的特色。我們可以近距離的來欣賞，不只是繪畫啊、藝術，還有它的一些衣服啊、儀式啊，這個都是非常的特別哈。我們相關的一些成果或者成品呢，能夠繼續的保存下來，我想這個所謂的影像保存計劃就非常的重要哈，也特別在經費預算的部分特別來支持。展覽到9月7日，歡迎大家來感受家將的文化。